这个月天气是冷期期，全台湾的关会中心会拢传出欠货危机啊。根据着上新的统计，台北新竹欠货上加严重，其中 O 型加 AB 型的货欠上济，安全的库存量敢若剩几工尔。搁再过无几日就要过年啊，关会中心也呼吁民众赶紧来关会斗三工。拍开冰库，价顶悬，原本应该是坑民众关的货，即马拢空空。最近天气寒，佮加上疫情影响，各地关会中心拢传出欠货，尤其是台北甲新竹地区状况更加严重，安全库存数量敢若剩无几工。对，因为天气冷，大家也比较不想出门嘛，对，就是会有差。以前是为善不欲人知嘛，那我现在觉得应该是尽量去推广，把自己亲身经验分享给大家。能捐就尽量捐的。今天早上的整个的血液的各个血型的库存量 ，A 型只剩下4.7天，O 型剩下4.6天，AB 型剩下4.1天。如果今天在白天再出库给医院的话，这3种血型我们预估都会低于4天。关会中心讲，过年前平均爱准备10天的安全库存货量，不过看今年关会状况，看来落去恐惊会真恶达成目标。春节前的用血，我们希望把这个血液的安全库存量从7天拉到10天，从至少要拉到7天以上，这样子在我们的整个的一个春节前甚至春节后的一个血液的供应给给这些医院使用，才不会有短缺的一个状况。根据上新公告，台北甲新竹地区目前上欠的货型是 A 型、O 型甲 AB 型。关会中心希望大家紧来关会，用早解决这波全国的欠货危机。记者张君和新竹报道。